今仔日是开始哦，寒流减弱，温度是有淡薄仔回温。也毋过，这礼拜五又有一阵今年寒冷以来上强的寒流顶级的冷气团，会影响到拜六礼拜，北部佮东北部会搁湿搁冷哦，高山有机会会搁落雪。伫寒流减弱了，太平山园区内面的冰霜慢慢消融，不过伫树仔顶也是一寡残雪。真侪民众去山顶耍，自拜三日时开始，各地低渐回温。伫大台北早起，也阁看到日头，不过过头了，水汽会变多，会转做无稳定的天气。自拜五开始，强烈第六冷气团或者是寒流来，温度会一直降，中部以北低温会到8、9度。冷空气的影响之后，礼拜六的温度是很明显的下降许多。那预估在最冷的时间会住在礼拜六到礼拜天这段时间，温度相对是比较寒冷，大家要做好保暖的工作。要拿拜四开始，北部、东半部也有东南部的山区，拢有短暂阵雨的天气。自拜五到拜六，雨区会变大。桃园以北、东半部加西半部的山区拢有雨，而且也有冷空气来，所以感觉是湿过冷。一直到后礼拜日，北部、东半部的天气拢无稳定。伫北部悬山又有机会落雪。在北部地区来讲的话，应该也是在这个大概2500到3000公尺以上的话，山区才有可能有一点点飘雪的机会。专家讲，这边的冷空气将会达到寒流的顶级。自后礼拜开始，也无看到有冷空气落南的趋势。但是即马季节已经进入春天，所来天气系统变化真紧，民间族群也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，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